主內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嘅主題係我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。呢句話係撒母耳向百姓嘅一個承諾。我會日日，我會不停止嘅為你哋祈禱。喺撒母耳嘅生命當中，我哋見到一個好重要嘅特質，就係禱告嘅生命。嗱，首先我俾大家睇一睇一個我自己製作嘅視頻，一個喻道故事，袋鼠全都跑了出來。袋鼠全都跑了出來。視頻製作陳方牧師，2026年1月。有一日，動物園嘅一隻袋鼠走咗出嚟，嚇親好多嘅遊客。袋鼠住嘅地方高度呢，係比遊客走嘅行人道低，而外圍都被石牆圍住。袋鼠點樣會走出嚟呢？動物園嘅管理層即刻召開緊急會議，決定將石牆加高2公尺。點知3日後，2隻袋鼠走咗出嚟。呢個時候咧，報章啊、媒體啊大肆渲染，搞到園長被市長痛罵。管理層決定再將石牆加高2公尺。5個禮拜後，袋鼠全部走晒出嚟，有啲喺度跳舞，有啲喺度打交，有啲瞓覺，搞到高層人神經兮啊！一不做二不休，高層決定將石牆再加5公尺，即係前後加咗9公尺。長頸鹿問：你哋覺得管理員會唔會再加高你哋嘅石牆呢？其中一隻袋鼠講：好難講啊！若果管理員又忘記關門嘅話呢，佢哋仲會傻傻地繼續將石牆加高嘅。搞咗2個幾月，原來問題不在於石牆欄杆嘅高度，而係忘記關門。21世紀嘅教會傾出全力將教會嘅石牆增加高度，比如引進好多高素質嘅節目，擴充好多設施，高薪聘請 AI 人才。結果呢，教會人數仍然流失。原來佢哋忘記關鍵嘅係嗰道門啊！呢道門就係祈禱。我哋必須重建祈禱嘅生活，因為祈禱先至係促進教會成長、教會健康嘅關鍵因素。Jim Cymbala 講，就算用人為嘅花招同埋技巧努力10年亦都達唔到神嘅聖靈喺教會生命中工作1個月嘅成果。呢句話意思就話，你哋唔好淨係諗埋晒啲節目啊、設施啊，乃係加強你嘅祈禱生活。請問你個人嘅禱告生活如何？請問你教會嘅禱告生活如何？嗱，呢一個喻道故事嘅重點就係話，祈禱係教會嘅成長、教會健康嘅一個主要嘅關鍵，亦都係我哋個人成長嘅一個重要嘅因素。我哋今日就透過撒母耳記上7章5到11、12章23、15章11一齊思考有關祈禱嘅主題。我哋一路聽嘅時候，一路反省我哋個人嘅祈禱生活，我哋教會嘅祈禱生活到底合唔合神嘅心意呢？
呢三段經文，我會提出三個問題：How 如何，Who 誰，What 什麼。今日嘅主題係我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，分題有三：如何促成有功效嘅祈禱呢？誰是上帝國度嘅勇士呢？什麼是領袖首要嘅任務？好容易記：How、Who and What。如何促成有功效嘅祈禱？撒母耳召集百姓喺米斯巴祈禱，喺佢哋準備祈禱嘅時候，天降奇兵啊！嗰班非利士兵一路攻入嚟，大家都好震驚。撒母耳卻叫佢哋繼續祈禱，而聖經好清楚講，耶和華大發雷聲，驚亂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以為自己係長勝軍，所以就膽死嘅係攻入呢個祈禱會當中，但係神用大雷聲嚟到阻嚇佢哋。撒母耳帶領佢哋繼續迫切祈禱嘅時候，呢個神蹟咧就出現咗啦。米斯巴祈禱會帶來全面嘅勝利，因為神大發雷聲，非利士人係被殺，但後邊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先有徹底嘅真正嘅認罪悔改。米斯巴祈禱大會第一個特色就係百姓必須遠離罪惡。聖經講以色列人就除掉眾巴力和亞斯他錄，單單侍奉耶和華。你要一個嘅禱告生命，禱告有功效之前呢，先遠離所有嘅罪惡，斬斷啲偶像嘅捆鎖。第二個特色，堅決打了水，澆奠在耶和華面前，係乜嘢意思呢？所有嘅百姓都將水倒喺地上，澆奠在耶和華面前，表示堅決。嗱，耶利米哀歌2章19節有咁嘅一個嘅類似嘅，在主面前你要傾心如水。漢朝朱買臣嘅名言：撥水難收。百姓當佢將水倒喺地上嘅時候，佢嘅意思就話：主啊，我嘅心就好似啲撥出嚟嘅水，唔可能再收回，永遠唔會收回，即係自己堅決咗啦。我嘅心要完全擺上為主。主啊，我唔再走回頭，我一生一世跟從主。呢個係米斯巴祈禱會嘅第二個特色，我哋要堅決嘅，就話我哋必須堅決同罪切斷所有關係，唔好再翻到嗰個地方，唔好再思想嗰個唔健康嘅關係，從此一刀兩斷，好似水潑咗出嚟一樣，絕不重回舊路啊！可惜今日好多信徒對罪呢，就係三步兩回頭。我離開罪啦，但係過冇幾耐我又走翻轉頭。我決定戒煙啦，2、3日後咧，我又繼續抽煙。我決定唔賭啦，但係幾日後咧又走翻轉頭。呢個叫三步兩回頭，一路冇成長，一路冇長進。求主憐憫我哋，堅決嘅同罪講再見。
米斯巴祈禱會第三個特色，大家呼喊講：我哋得罪了耶和華，開聲承認自己嘅罪惡。我哋得罪了耶和華。嗱，喺今日嘅時代咧，我哋將罪美化，我哋唔再叫做罪啊！呢個就係我哋嗰啲嘅狡猾嘅地方。我哋話誒上癮啫，我哋話只係不妥當嘅行為，唔係罪嚟噶，仲更加叻嘅話情緒障礙啫，係稍微閃失啫嘛，係失誤啫嘛，係不良嘅習慣。我哋將罪呢個字咧係抌咗去，取而代之嘅用好多美化嘅字眼。所以當你話你有冇犯罪啊？冇犯罪啊，我係上癮啫，我係不良習慣啫。呢一個係神非常非常唔喜悦嘅事啊！最近有所謂新興教會 The Emerging Church，新興教會唔講罪嘅。新興教會一位牧師公然講：過去啊，我12年喺主日崇拜講道，我只2次講罪，因為咧我知道啊，一講到罪就嚇走我嘅會友，其實係好荒謬嘅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今日要面對，就話神期望我哋正視我哋所犯嘅罪，我哋唔好逃避，唔好美化，唔好繼續喺上邊，唔好繼續喺罪嗰度受到牽連。如何促成有功效嘅祈禱呢？我哋溫習一下啦。以色列人點樣透過祈禱擊敗生命中嘅巨人非利士人呢？答案就係先有徹底嘅、真正嘅認罪悔改。2016年呢，世界邁入一個後真相時代，即係冇真相噶啦。牛津英語詞典選出2016年嘅年度詞彙就係後真相。點樣解釋呢？真相就係誠信，係可靠。2016年以前啊，係嘅真相時代。而家咧假新聞、謊言滿布。2016年開始咧，就進入後真相時代。以前我哋話事實勝於雄辯，我哋將所有嘅事實攞出嚟，就勝過喺度一路喺度辯論。但係而家唔係啦，而家雄辯勝於事實啊！你做錯事嘅仲搏命狡辯，揾律師嚟到辯論，咁啊反為勝過事實，非常悲哀。馬其頓有一個唔到5萬人口嘅小城韋萊斯，號稱造假大廠。呢個小城係由後生仔註冊咗100幾個假新聞嘅網站，佢哋咧係將唔同嘅信息真真假假混埋一起，係其實當時嘅主要目的就係幫助特朗普係選舉勝利嘅。年輕人嘅父母咧只賺美金300蚊一個月，而呢一班製作假新聞嘅後生仔咧，竟然高達月入1萬蚊啊！嗱，呢個時代嘅悲哀，弟兄姊妹，時代嘅悲哀就係講大話，製造假新聞能夠賺大錢啊！真係荒謬得交關。
我哋一齊喺主面前做檢討。當談論別人嘅時候，我哋係咪基於事實呢？我哋會唔會對嗰啲我哋唔喜歡嘅人，我哋製造假新聞去醜化、妖魔化對方呢？而我哋中意嘅人咧，我哋就堆設一大堆美詞，將佢捧上天。嗱，變咗我哋個人失去真相，失去真理，失去誠信。喺談論別人嘅時候，要中肯。第二，喺表達你睇法嘅時候，我哋係咪口蜜腹劍啊？講到好聽，其實個心入邊咧係好猛整嘅。我哋係咪講一套做一套咧？我哋對配偶係咪有好多隱藏？喺會議中，我哋係咪以雄辯口才說服在場所有嘅人呢？我哋開會作出議決嘅時候，是否符合聖經嘅原則？是否合神心意啊？有時候我覺得好悲哀，喺會議入邊，大家喺度係咁辯論，係咁辯論，好少話停喺度一齊祈禱，等候神嘅心意，或者你堅持雄辯勝於事實啊！我哋為個人嘅利益，為個人嘅勝利，不顧是否討主嘅歡心，而堅持己見，求主求主憐憫我哋。第二分段，誰呼？誰是上帝國度嘅勇士？撒母耳記上7章8節講：願你不住的為我們呼求耶和華我們的神，救我們脫離非利士人嘅手。成班百姓好明白撒母耳嘅祈禱係大有功效嘅。以色列嘅百姓有困難嘅時候，唔揾別人啊，單單揾撒母耳。係唔係因為撒母耳武功高強呢？係咪佢手上有精良嘅武器咧？都唔係。嗱，根據聖經嘅記載，非利士人咧就唔准希伯來人係打劍製造劍嘅武器啊，因為驚佢哋反叛，所以當時全國只有掃羅同埋約拿單有武器，撒母耳咧係手無寸鐵嘅。當百姓有問題嘅時候，竟然揾一個手無寸鐵嘅撒母耳。原來撒母耳有一個更重要嘅武器，撒母耳嘅祈禱比一切軍事嘅力量更為有力。軍事力量好重要，但係撒母耳嘅祈禱係重要過所有軍事嘅力量。呢個就係點解百姓有困難嘅時候，唔係先衝去前線打仗，而係懇求撒母耳為佢祈禱。當弟兄姊妹有困難嘅時候，會唔會揾你幫佢祈禱呢？瑪利亞女王講：我害怕約翰約斯嘅祈禱勝過全歐洲嘅軍隊。全歐洲嘅軍隊攻陷嘅時候，瑪利亞女王唔驚，但係當約翰諾斯 John Knox 跪喺度祈禱嘅時候，就帶嚟全面嘅勝利。邊個係上帝國度嘅勇士呢？係喺祈禱上有操練嘅人，
係代禱勇士。嗱，睇三個場景，撒母耳嘅祈禱同埋對今日信徒嘅提醒咧。撒母耳記上7章嘅記載係記載米斯巴祈禱會，撒母耳同埋百姓開聲祈禱，一開聲祈禱，神就透過雷聲，使到非利士人陣腳大亂，之後被以色列人追殺。對今日信徒嘅提醒，原來祈禱能夠使嗰啲無理攻擊我哋嘅人知難而退。第二個場景，撒母耳記上12章立王同埋離棄神嘅場景。撒母耳面對一班堅持要立王、離棄真神嘅百姓，佢哋見到外邦人有王，佢哋話我哋要有王，我哋要有王。佢冇，撒母耳冇大罵，或者冇出手傷人，佢俯伏向神祈禱，接着神蹟就出現啦。神使喺割麥子嘅季節，忽然間打雷降雨，本來唔會啊。當場以色列人睇到自己嘅背逆，就喺神面前認罪悔改。對今日信徒嘅提醒，祈禱能使我哋明白神嘅心意。透過祈禱，撒母耳知道百姓立王係唔符合神嘅心意嘅。第二，祈禱使到叛逆者認罪悔改。第三，祈禱能夠引發超自然嘅現象。第三個場景，撒母耳記上13同埋15章，對待暴君掃羅。撒母耳經過迫切嘅祈禱之後呢，2次宣告神要廢棄掃羅王。嗱，掃羅當時可以調動20萬大軍啊，但係卻喺手無寸鐵嘅撒母耳面前，完全唔敢出聲，唔敢還擊。弟兄姊妹，你見唔見到對今日信徒嘅提醒呢？透過祈禱，我哋可以得着信心同埋勇氣。透過祈禱帶嚟一種屬靈嘅權柄。有時候我哋以為屬靈權柄係大聲，係高位，係做到執事、長老、主任、牧師，唔使。你用祈禱嘅生命嘅時候，神就慢慢堅固你。你發聲嘅時候，人哋就會聆聽嘅。2016年10月，中東聖經 Bible for Mid East 一位同工叫保羅牧師咧，係為咗24位回教徒洗禮啊。之後收到伊斯蘭國死亡威嚇信，如果你堅持幫人哋洗禮咧，我哋會係殺你，亦都殺你全家。但係保羅靠住恩典，係堅持係為24位回教徒洗禮。喺10月中，保羅同埋50位基督徒坐旅遊車去聚會嘅場所，佢見到後邊伊斯蘭國嘅軍隊嘅戰車喺後邊一路追殺，佢同全車嘅弟兄姊妹講：我哋迫切祈禱。結果颳起沙風，好大嘅沙風，後邊嘅戰車睇唔到前邊。當沙風過咗之後，佢哋已經安全離開戰車嘅視野之中啦。Open doors， 敞開個門，同埋殉道者之聲，呢兩個網站
都呼籲祈禱係最有效、最重要嘅策略。我哋可能入唔到嗰啲嘅極權國家，可能入唔到一啲嘅反基督教國家，但係祈禱可以成為一個好重要嘅武器。嗱，近來有咁嘅情況，好多嘅回教徒發夢見到耶穌，你覺得好奇怪嘅，都係咁嘅夢，發夢見到白衣人，佢哋就咁樣信咗主啦。2017年7月9號，因為祈禱，伊斯蘭國喺伊拉克嘅基地被瓦解，因為祈禱10月22號，敘利亞嘅基地亦都被瓦解。請問你花幾多時間去祈禱呢？你祈禱嘅生命又如何呢？嗱，呢張圖咧俾你睇到，我哋其實係有兩個戰術。禱告嘅生命係得勝之路，但好多人咧佢係選擇個不禱告生命，係必敗嘅戰術。幾傻咧？你乜都做齊，但係冇祈禱。嗱，你睇一睇呢一個嘅畫面，唔祈禱嘅生命係採取必敗嘅戰術，係螳螂擋車，以卵擊石，自己咧受到傷損，對方一啲都冇受害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係乜嘢都注意，有好多嘅聚會，好多嘅一種嘅活動，但係你卻冇祈禱嘅時候咧，你就只係採取緊必敗嘅戰術，螳臂擋車，以卵擊石。只要上帝兒女中最軟弱嘅一個肯屈膝祈禱，魔鬼就怕到打冷震。你唔使話我要點樣堅強，但係我要努力逼自己祈禱，魔鬼就驚。魔鬼發笑嘅時候，就係因為你東奔西跑，做呢啲做嗰啲，唔祈禱。但係當你有祈禱嘅生命嘅時候，魔鬼就知道能力就從天上拉落嚟，就可以搗毀魔鬼嘅陣營啦。最後我哋思考 what 什麼是領袖首要嘅任務呢？撒母耳對百姓講：我好為你們禱告耶和華。至於我，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，以致得罪耶和華。原來停止祈禱，停止為羊群祈禱，就係得罪耶和華。當掃羅偏離神嘅時候，聖經話撒母耳便甚憂愁，終夜哀求耶和華。嗱，我哋話祈禱，我都好少祈禱啦。又話哎呀好懶啊，又話哎呀真係冇記性啊，成日唔記得祈禱。有人話咧我太忙啦。其實停止祈禱、少祈禱，唔係話唔妥當，而係犯咗罪。嗱，今日嘅信息好強，你係咪不斷嘅犯罪得罪耶和華呢？原來神呼召我哋參與某項侍奉，亦都同時呼召我哋為同工做守望者。你睇下呢個意思，神呼召你喺嗰度侍奉，就要為咗嗰班人嚟祈禱。撒母耳清楚知道佢嘅職責範圍，服侍呢個團體，負責行政、訂立方向，
而喺呢一啲嘅職務範圍之上咧，佢好清楚一個不可或缺嘅，為呢一個團體祈禱。一般信徒嘅心目中，點樣嘅領袖可以稱為好優秀嘅、好盡責嘅、好標青嘅領袖咧？嗱，大發熱心啦，出錢出力啦，忍受批評啦，努力改善侍奉技巧啦，不為名利啦，嗱，呢啲都係真嘅。為教會咧行張床喺教會嗰度瞓，為教會廢寢忘餐。但係今日嘅信息講，若果你冇用祈禱托住你嘅侍奉咧，你嘅侍奉其實係不完整嘅侍奉，不討神喜悅嘅侍奉，你係得罪神。呢個屬靈教訓提醒我哋，你作為主學老師，就必須為每一位主日學生祈禱。你作為團契嘅職員，就要為每一位團友祈禱。你作為牧者執事，就要為弟兄姊妹祈禱。嗱，神呼召我，先係喺教會牧會，後來到神學院教書，我就天天為着我嘅嗰一班學生祈禱。撒母耳為領袖同埋跟從者祈禱嘅第一個特色，從不間斷嘅祈禱。佢斷不停止為你們禱告，終夜成晚啊，唔使瞓覺嘅，係哀求耶和華。佢每一日都為同工、為羊群祈禱，甚至唔瞓覺，終夜嘅迫切嘅，呢個係佢祈禱嘅第一特色。嗱，如果夜晚失眠咧，好中意數綿羊啊，呢度建議你唔好數綿羊，係去同牧羊人談心啊。If at night you can't sleep, don't count sheep, talk to the shepherd。用夜晚瞓緊覺嘅時間，為着羊群祈禱，而唔係去數嗰啲羊。有時你數羊仔數到幾多隻啊，又唔記得咗，又再數過，你仲更加瞓唔着添。撒母耳為咗領袖同埋跟從者祈禱嘅第二個特色係乜嘢咧？同工羊群認同，終夜哀求耶和華。撒母耳為着羊群嘅事流淚痛哭，同工認同。當掃羅王偏離神嘅時候，神話要廢棄佢，撒母耳唔會話抵死啊，你唔會，佢好難過，佢痛哭，佢流淚，佢嘅事就係我嘅事，佢嘅成敗就係我嘅成敗。撒母耳嘅祈禱就係話能夠同佢嘅羊群嘅生命嘅感受認同啊。大衛布瑞內德被神差派到紅印第安人當中嚟到宣教。喺起初幾年呢，工作冇果效，嗰班嘅紅印第安人呢，個心好硬好硬，佢就決定用祈禱改變呢個情況。喺冬天，布瑞內德跪喺樹林嗰度流淚祈禱，天氣好冷啊！但係佢迫切祈禱，祈禱後咧，成件衫都濕晒。祈禱之後，形勢完全唔同。嗰一年有25人洗禮，一年半後有150名
紅印第安人歸入主嘅名下。一個侍奉有祈禱同冇祈禱，完全唔同嘅功效。我外母喺97歲安息主懷，佢一路有侍奉，直到89歲，佢先停止教主學。97歲安息主懷，佢自己用手寫設計咗好多本嘅祈禱簿。祈禱簿咧分4欄，為咗親友就寫低晒佢哋名字啦，為咗肢體，為咗機構，為咗宣教士。佢咁樣嘅祈禱係一個好全面嘅祈禱，而至於我哋睇見佢一早起身6點就跪喺主嘅面前祈禱，而我哋夫婦咧亦都係首先得益，就係佢為着我哋祈禱，而至於我哋嘅侍奉係有果效。佢話如果唔將啲名記落嚟咧，我只係口頭上答應為別人祈禱啦，我好容易，但係咧更容易忘記啊！你一旦承諾要為別人祈禱，就一定要做到。我哋睇到佢嘅祈禱簿入邊，曾經寫好多位慕道友嘅名，而家其中有64位已經信咗主，受洗加入教會。我最感動嘅就係佢講一句話，到後期佢係開始失智，佢話神啊，我乜都會忘記，但係讓我永遠永遠唔會忘記你嘅愛啊！求主幫助我哋重建祈禱生活。你個人嘅祈禱生活係如何呢？可能係一種交差式嘅，可能只係一種應酬。你教會嘅祈禱生活點啊？可能教會根本冇祈禱會，教會冇同心祈禱，而有好多嘅活動而已。求主讓我哋重建我哋祈禱嘅生活，讓我哋同心低頭祈禱。天父，當我哋睇到撒母耳嘅生命嘅時候，我哋不斷反省，就係我哋喺祈禱嘅職份上未盡全責。我哋做好多嘢，我哋忙好多嘢，但係忘記祈禱乃一個關鍵，係能夠幫助我哋成長，幫助我哋睇到危機中主化為轉機，幫助教會健康嘅成長。主啊，我哋當中可能有悔改認罪嘅，求主讓我哋徹底嘅悔改，徹底嘅認罪，重新回到主嘅面前，作一個禱告嘅勇士，作一個能夠係合神心意嘅人。以上祈禱，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，阿門。